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1日，以西结书34章31节安尼讲：恁是我的羊，我草场的羊；恁是我的子民，我是恁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三甲来祈祷，宣布阮是你的羊，你是阮的上帝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在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！你也是阮性命的大牧者。你是引带阮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阮到安静的水边的供应者。主啊！你供应阮活命的一切需要，也互阮的灵魂得到精英。主啊！阮要感谢，甲学罗你无煞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你按阮的名呼叫阮，阮也认得你的声。主啊！当阮失迷的时，你敲找阮；当阮受伤的时，你医治阮；当阮夜渐无力的时，你用温柔的手怀抱阮。主啊！因为你有讲，阮是你的羊，是你的子民，你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